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日来到宜兰的三星，三星呢，咱就知影年仔时节的时阵，拢看到这吼，这个银鸟，哇！你若厝里插了这吼，厝里咯，规年烫天拢银鸟啊。其实啊，华语叫做猫柳啦，但是你看，我这摕的是鸟刷，是安怎？银鸟甲鸟刷会连做伙呢？今仔日带你来看一对阿某，因奋斗创业，而且哦，佫真有头脑，把这个银鸟变做真真正正的银鸟。头仔就讲吼，去做这个农业废弃物，来到这个吼，做这银鸟啊，互你今仔日炸银鸟转来吼，Steven，你甲咱讲吼，这是安怎？这个银鸟场你带我来遮？基本上，阮是咧处理宜兰这边，尤其是三星这边的农业的废弃物安尼。哈，嘿，是啊，就是。银鸟是安怎废弃物？一般譬如讲风灾，若是有风灾，伊就会足侪迄落花苞就落喺涂骹，啊，迄个基条就无通啊归处利用。嘿，这头一个，第二个是我所知的是讲，迄叶啊慢慢落来，啊有的是无摘掉用的，不摘的就来拼掉。对，啊，咱头前这边就有迄落拼掉的迄种基条啊，就你头前迄落火龙果头前这边。啊，咱遮听讲是50公顷遮大。是。哇，这真买命咧。因为全台湾的这个因95%。嘿，对，拢宜兰三星，对。哇，是。心会伫后面吼。对。哎，心会这场是你的吼。是啊，拢我拢有啊。你甲咱讲吼，这安怎有产生这个废弃物？哦，比如讲吼，咱银鸟基条伫遮，对无？啊，因为这一粒花苞，一片叶啊。这叶啊，拢爱人工挽落，这无效，对无？哈。啊，比如讲，这安尼，咱拄啊看安尼，拢有花苞，这支就是会使。咱市场买转来是安尼。嘿，啊，比如讲下骹瓜无，咱是不是爱加掉？爱剪个，这头一个。嘿，安尼剪起来是不是头顶管就真水啊？这拢无看，这就无啊。哦，啊，这咧，等于我有一支的花，下骹就一支的废料，看长度偌济，安尼。比如讲，我出口100万支，就等于100万支的废材伫台湾。哎，啊，这下骹是毋是比顶悬的较粗？所以伊的重量是加倍。比如这若10公克，哎，这就20公克啦，超过。水量啊，搁再。哎，但是这搁较重啊，下骹搁较重啊。虽然是100万支，但是加倍的量是顶悬较济啊。好，大家来开一下眼界吼，这装塔上捌看过吼。哎。咱甲咱看的这银鸟吼，其实伊咧生长的时阵吼，拄啊伫遮，这无摘掉用机械处理的。对啊，你看啊，你甲挽者，爱用手工挽。哎呦，这挽会起来。哎，这损失。哎，一粒花苞一片叶啊。哇，这真麻烦。真够工啦。哦，啊，所以这枝条叶啊，对，拢爱人工。啊，拢爱人工。啊若无Steven以早进前，恁拢安怎处理？哦，较早吼，法规无遐严格啦。啊，就放水流，敢若放水流啊。有所在偏啊，甲烧就甲烧掉，啊是安怎处理，就是安尼就无去啊啦。哎，啊，即马就是Steven就有甲阮讲，这个废料，伊讲伊有法度处理。你个调调。尽量啊，尽量。尽量啊。哎，啊无这个农友，哎，即马。环保的问题，所以伊拢爱开钱处理掉。电动爱拜托人开钱。对，比如讲拜托乡公所来业一车500，业2车1000安尼，爱业掉。啊，无你即马环保的问题，你阁袂使烧。伊就占地啊。哎，啊，阁放喺遐，阁袂拗袂烂。真正袂拗久哦，放真久哦。哎，你看这木质。这大壳壳啊。大壳壳的茶基咧。哎，啊，即马就是。好看实力，看你安怎处理的。哎，看我处理。所以你甲因收的时候，你有甲因收钱？无，即马无，
即马袂，即马还袂意思吼。即马到甲拢又到三家。即马咧做银牛的人是愈来愈少，你来看哦，拢老人工的吼。系啊，拢老人工啦，正经的拢老人工啊，但是因即马就愈来愈集中啊。本来较早拢老人工拢种1分地、2分地，啊，即马就是拢愈来愈集中啊，变一届种5分地、种1甲地安尼。希望有一日会当较经济性的生产，咱卖做安尼，大家用手工落去创吼。有啊有啊有啊，东区农粮署即马意思讲旧年甲改良场因安尼同齐合作啊，变讲有迄落头仔大的机器来甲阮斗慢叶啊。即嘛真感谢东区农粮署甲改良场，因为安怎讲，阮本来种1甲地，可能一工爱10几个人工，一工哦，我爱做30工甲60工。你看安尼一工我就1甲地就爱15个人好啊，我农友有30几个咧，你看我安尼影响偌济，1000几个人，迄个拢差不多都拢摕来用啊啦，3000乡的人口拢摕来用啊。会活的，会喘气的拢来。无够有诶，搁去别个乡镇讲去甲再倒来讲来。你只爱斗上。系啊，那会使互你知道，这爱互处理啊，对吧？这嘛爱处理咯。我来倒处理迄个，伊来倒处理。但你即马你的工厂，你的所在敢有通完全处理伊的量？无，阮即马，阮即场若是拢总规个30拢拆开，专开，差不多一档会使处理2000吨的废弃物。2000吨嘛，我无讲吼。有啦，一定有够啦。那银行来讲，搁会使啦。对。但是伊生意做较大吼，伊搁有接其他。我意思是安尼啦。伊搁有接其他。对啊，今仔日就是对这银牛来开头吼，因为吼年仔时节要到啊。对。吼，大家爱这个气氛，看到这个银牛就知影，吼，年要到啊。年要到。哦，而且吼，大家拢会到的。对。哦，会到，大家才会大发。所以吼，今仔感谢秀啊，来甲咱小解者哦，真侪庄稼上捌看过银牛啦。真惊的，真侪人唔知影讲。在路边嘛，唔知影讲这是银牛安尼吼。是。咱敢若看过种无晓啊的啦，哦，煞来，这 Steven 哦，佮要带咱来看伊的场，看安怎来处理这个废弃物。是。哦，感谢秀啊。好，谢谢。感谢。观众朋友可能会感觉奇怪，你讲这银牛，我手头摕这啥你知道？你有看到这包装无？猫刷啦，咱咧讲吼，银牛吼，华语叫做猫牛啊，真正伊也去想做这个猫砂呢，猫刷。咱先吼，一行一行讲起啊，恁是安怎才囤了一寡山粉啊，这创啥？甲这猫牛这个猫砂有什么关系？好，阮一般咧做猫砂的时阵啊，咱的原物料是足多元的。为什么足多元呢？基本上阮就是一个客户一个配方，一个客户一个配方的意思就是讲，若是有客户对银柳这个材料有兴趣，阮调出来的这个猫砂就是直接互品牌商去做这个品牌的行销安尼。哦，所以你比如讲，阮这个枪牌，阮要较爱坐这个柳杉，我就掺一寡。对，阮就调柳杉的配方互这个客户安尼，这有足香的，这是有诶爱香味。对，这是山顶来的柳杉安尼。对。哦，这后这种啊，所以你这算做中央厨房的对。对，嘛是安尼讲。还有咧，我看你炖啊足济，这是啊。阮这是宜兰的手上的茶料，这是红木，对。红木。这嘛就香呢，对。茶就是一个出特别的香够幸福的啦。后头困这，后头创啊这，哦，你有介香的呢。是。哦，这是。对，这是红木，咱头前阁有粗坑。粗坑。对。这。粗坑是阮即马上紧的周期的产品，因为有品牌商已经
已经你应用啊。嘿。啊，因为粗糠哦，伊基本上拢有米糖嘛，所以阮就是用咱的这个设备的制成起来处理家，对，处理家的物件。啊，毋就加烧去。对，啊，佫有其他的方式。对，其他的方式。对。奇味的。是。哦，这粗糠。啊，就是粉碎过的粗糠，对。哦。这就粉碎过。哦。啊，这写唔对啦，这是咱的豆粕。豆粕啊。对，这是豆粕，这就是豆仔味。对。哎呦，豆仔味呢？嘿，对。因为猫沙哦，有95%是进口的，所以阮就是想要做各种原材料，阮拢来这间工厂出产了后，就有各种无同款的产品，互咱的台湾的猫咪饲主安尼。是，啊，这是乌豆啊。乌豆啊，可以哦。因为咱农业的时阵是安尼，就是这个杂粮有做这个包收啦。啊，有一寡盛产的也是不良品，嘿，就无法度去交货，咱就来想办法看这个物件要安怎处理。有地叶。啊，这就是地叶，对。对。猫咧用地叶。是。哦，这下级品。对。啊，传那我这个太空包。对啊，因为依然嘛是有种太空包的厂商，种太空包的厂商有一寡次级品，咱就来调整这个性质安尼。对。哦，你甲调整伊太空包的性质。应该是讲咱摕这物件来调整性质，互猫砂做的原材料。是。啊，搁来内面嘛有咱要所需的物件就对啦。对。是。啊，这个原料咯。这就是咱拄仔去原料场去看的，这个物件咱就是做粗碎了细碎，就是咱这个材料安尼。茶的味啊，对，草仔味啦。草仔味吼，你草仔味啊，你草仔味。哦，基本上你草仔味啦。哦，啊这金蕉的前味啊。再来就是咱更较特别的产品啦，金蕉的香蕉假精啊，香蕉假精即摆有厂商请阮来调整因的性质，因想要做这个全厂输出的部分啦。哦，你规个机械解决的方案拢要提。对，因为阮是，对，外国，因为阮是解决方案商啦，各式各样的纤维材料，阮拢来试这个伊基本上的配方是安怎，阮再来讲。后壁是要发展安尼。哦，因这要摕去创啥？因嘛是要做猫砂。嘛要做猫砂。对，是。哦，因地制宜，因遐有出产啥物物件，就想啥物物件。对，因为阮即摆这个客户，伊离外国有差不多40万树的这个金蕉，因今年要增加20倍，伊要增加800万树，对，是。所以当然来处理这。伊就来想讲，这边安怎处理？无因安尼，因的迄个处理的成本伤悬啊。哦，是。啊，这往来呢？对，往来咧收的时阵，咱拢是收头甲尾，就是收咱的果子。果子收了了，佮有伊的茎，佮有涂骹的根。往来这物件最特别的就是伊的草叶啊，食的啊，伊足香的。伊这个香味哦，这个你土内底分解时间可能爱3个月至6个月。真慢。对，咱的厂商，咱的头前的厂商就是收伊买来的物件，再甲食的这个根茎的物件收起来，甲阮做前处理，安尼这个凤梨农伊就会使直接就会使种伊后一轮的往来。这生意的时间呢？对，是。这真香，听我来做枕头。这真正足香的。后人用较咱这头脑头早对这个原料开始行来到遮，其实各式各样的材料拢有呢。对。哦。其实阮是第一间台湾的再生纤维猫砂工厂。对。哦，就这个机器。对，就是咱生产就是为头安尼自尾安尼开始生产。咱来看下。好，对咱即摆就是爱继续出料。
咧做粒啊，一粒一粒啊。对，一粒一粒。你二类这是什么物件？阮这台就是这台输送带。啊，这种输送带开始送了，咱就来接粒啊。哦，来接粒啊哈。就接粒啊。安尼我试落后，试落就开始后，啊伊等下较吵。一支安长长的。对。咱拄仔无切刀无调，所以即马就变较短。我即马过来上料。我知道。你那个上的料就较短啊。我会出档的。哎，烧烧嘞。对哦，烧烧。我烧烧嘞。这就是咱一部分的杀菌的流程，因为伊这内底的粒仔机啊，伊其实内底做粒仔的温度会到100外度，对。啊，但伊上风出来有降温的。是。啊，过来咱就来头前。咱会使看，我倒无调的时阵，伊的长度就足长的。啊，结果咱调倒了，伊的长度就差不多是咱人客马的长度啊。啊，这是啥物成分做？这咱即马这是一部分的粗糠，加有豌豆纤维。对。所以是伊个饮料做迄个红酱。无，咱饮料做的，顶礼拜早拄出过，嘿，对。所以咱即马排产的就是做这个有粗糠的纤维，对。这吼安尼做落了后，对。甲一般的猫砂比起来，对。咱的价钱拢有减少。因为一般的猫砂是用进口的。啊，进口的产品哦，讲实在，你讲即马红色供应链的物件足俗的。啊，阮即马的产品差不多会使甲品牌商伊进口了的价小，差不多加2成啦，加2成。啊，毋过咱会使做的就是做甲。但是因为你这算作是再生管理哦。对。你这送去到欧洲，送去到美国。哦，是。你100，你就有通批评啊，而且。迄拖搬渣的时阵，对伊来讲嘛较优势啊。是，无毋对，我本地想讲你，若是加5成，可能较无迄落；但是加2成，我感觉这是有竞争力的哦。是，这就是爱有一寡厂商嘛有这种理念，啊，咱就共同努力的目标安尼。啊，这样的生产量，差不多一摊落来。你一点钟安怎算？常常做几包安尼？其实我即摆的设备啊，咱拄仔开的迄台，差不多1点钟做1档。对哦。我即摆速度调慢啊，无咱即摆生产差不多1点钟是做1档。哦。对。你毋通看鸟迄无点呢，1点钟1档哦。对。啊，因为咱即摆饲鸟的人愈来愈多啊。台湾的需求量差不多1档爱7万吨，所以阮遮的生产量哦，算过1点仔尔，对。阮就是做较定制的产品安尼，对。这拢算在市场内面是较顶级的。对，咱一定是做顶级的，嘿啊。你安怎吼？甲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讲顶级的甲初级的这个猫砂是安怎来分别？应该是安尼讲哦，咱咧咱咧市面上可能买到的物件，伊的成分无一定是伊成分表写的迄个成分。我讲安尼，
咱观众朋友就知啊，知啊。阮在做就是做这个可溯源的产品。咱物件拢是倒位来的，啊，这个原料，譬如讲拢是三星的，还是拢是倒位的土坑，对。啊，而且哦 ，Steven 哦，除了做这鸟刷，你人本来是做鸟刷的呀，啊，搁有咧做这个叫生殖能源，啊再回收的，对。啊，有咧食喷的啦，对，阮是还是有咧甲学校处理这个青喷的问题安尼。哦，对。咱来看青喷的这个机器是倒位哦。是，咱青喷的机器里头。后面哦，咱来看卖。哦，来，咱即马哦要斗阵来食喷。看这台机器要安怎食喷啊？对。而且哦，这一个哦，无砍锁。对，无砍锁。无砍锁的表示讲会省电哦。对，一定就省电的。哦，来咱来看卖，这是什么机卡安尼？好。咱这台是全台湾学校的第一台大型的迄个喷的处理的设备。好。而且这台设备有就迄个政府的采购的一个系统，就是政府因免经过一个足繁琐的这个标案流程，就是因为有预算，伊会使直接下单安尼。哦。是。所以已经有效开始咧用了。对。哦，这听起来袂歹哦，生意开始做啊哦。哦。啊，这安怎来的？咱这台设备其实是用菌啊，甲这个这的青喷的这的料去做一个粉碎，细碎了后用菌去食这个青喷。对啊，安尼咱是用这个厌氧的方式去做处理。就变做咱的物件拢在桶仔内底，第一是伊的味袂走出来，所以咱这台机器啊，其实会使做甲无污水，啊无这个空气污染。哦，无污水，无歹味。对，无歹味。啊，而且咱阁无加热，所以咱的这台设备足省电的。哦，阮吼差不多一当之前去访问着，嘛是宜兰一个。赵教授啊，对，伊咧做迄个肉笋汤，是，用肉笋汤咧食啦。但是哦，伊冲，哇，滚，你安尼敢若一台啊，缩紧嘞。对。啊，咱来试看嘛。好，咱来试看卖。哦，来倒料吼。对，咱先来这个面板先开这个设备，咱这拢是触控式的面板。哦，你这种 seeable 咧，这可视化咧吼。我即马甲门先关起来。啊。因为这个设备哦，有一点仔声音。啊。好，咱即马头前的拢开啊。啊。对，啊，咱就差不多来倒料啊。哦，来倒料。啊，喷伫倒位？咱即马遐有迄个茶机。咱遮这是进前就准备好的茶机，啊，我有一寡淡料啊，我就已经先淡落啊。哦，这茶机啊，这茶机。哦。嘿，啊，咱真正哦，你喷就化啦。有啦，有喷啊，只是讲咱无传呐。啊，咱拄啊内底。你应该翕的。这样这边可能可以。这个茶机就是咱这个饮料厂伊的茶机，嘿。啊，其实哦，咱就是专门咧处理这的这个废料。啊，一般来讲啊，亲像食品厂啊，伊就是有，譬如讲这的果树残渣啊，或是果核啊、果皮这物件。对。啊，伊即马加就食料啊。食料。啊，咱会使，即个有收音嘛？其实这台设备足细声的对无？就有影。其实无啥物声。对，因为咱内底拢有隔音棉，因为这台设备是放在学校的。哦。所以爱做甲尽量的静音安尼。是。安尼就开始咯。对。
咱一般是出料出到这个搅拌机，差不多20分钟了后，就会使做出料的动作。啊，因为我拄啊单料我已经生卤啊，所以单料已经甲阮的菌已经充分搅拌啦，所以基本上咱这个地基走在内底，就会使来。就 OK 啊。嘿，就会使收料啊。我就会使收料啊。是。你来拍看看嘛。我小看一下哦。一般咱肥料的制成是差不多爱37至40工。会叫呢？对。啊，因为伊迄是用耗氧的方式供处理，啊，咱即马用厌氧的方式处理，就是差不多7工，7工就差不多是隔壁烫这味。其实国产咱就会使做甲这个源头，咱会使控制。啊，咱的材料嘛会使控制。啊，你若出问题，你嘛搁找有厂商，阮甲配方、技术，搁有设备研究好，甲阮合作的厂商做阵来做这个生意。对，我感觉这是上优良的方式，大家拢会使做共好。一般咱入来这个搅拌机的时间差不多是20分钟啦。啊，因为拄啊，我就想讲，咱处理啊，我先处理啊，所以我即马我先来拍开这个喷烫。哦，对价出来啊？对，咱喷烫拍开就会使开始出料啊。哦。是。注意哦，对价出来哦。这是会出来喷，还是出来这大料哦？咱系看变见分晓啊。要等一下下。哎呦，刚刚有哦。哦，来啊，来。这个无味啊。其实阮有放菌内底，啊，伊差不多放7工。伊就会使做肥料啊，放7工就会使做肥料啊。对，啊，一般咱肥料的制成是差不多爱37至40工。会叫呢？对，啊，因为伊迄是用耗氧的方式供处理，啊，咱即马用厌氧的方式处理，就是差不多7工，7工就差不多是隔壁烫这味，咱会使来比看卖。哦，这已经是成色啊。对，这已经是处理好的。哎呦。对。这比起来什么比？敢若迄个酒泽啦。哎，对。哎呦，真香的哦。袂足呛鼻的了。袂啊。哎，啊，其实这是。来洗吧。啊，这其实是菜叶的料入去做的。哎呦。对。胖话，你这肉哦，你若要减肥吼，你摕倒去试看卖。看这肥偌快啊！会真正胖胖的。对。你试看卖。对。哦，有胖胖哦。对。哦，这就是互土食的肥料。但是爱搁小可有淡淡啊。对。啊，咱免牵锁，就是因为免牵锁，咱的用电的这个电量差不多是一般。啊，你若按个放的，伊会开始生果烂铺的。袂。嘛袂。伊也是。咱即马是厌氧处理嘛，就是汤啊烘起来，伊就一直是这个状态。哦。所以但是我若放去大自然，放去土壤了，伊会开始会佫产生这个生果烂铺。会生果，因为生果是为虾米？是因为咱这是耗氧菌，厌氧菌，厌氧菌伊捌到空气。伊就会开始哇，拄着散射啊！伊就变做伊要紧探伊的下一代。啊，其实这当阵是互土壤最好的改良的材料。阮这物件拢有经过 SGS 的测试，嘛有经过中央大学的测试。这物件其实出来就是会使做肥料啊。啊嘛袂臭味。袂臭味，重点是袂臭味。哦。所以咱这台设备哦。去学校好处是啥？好处是学校的物件，伊产出物啊，也会使直接做校园的食农教育。即马国小、国中拢有食农教育的课程。伊就
这个可能学校有科技种菜等等的，伊就直接用这个肥料去做。这若咧饲鸡吼，啊，甲这个伊会教，敢咧玉米啊，佮什么伊会食袂？伊会教，伊真正会教。无这个健康哦，食了会醉哦。食了应该袂醉啦，啊，毋过会食。会食哦。我感觉这可能会食的哦。对。我就想要食一个。咱这会使来研究看卖。真的呢，真正有芳呢。你若捏做丸啊吼，啊，甲这个玉米番麦啊。粗粗的，我想鸡仔一定会应该爱食。哦，而且这健胃整重整长的。亲像迄个石老师的迄个肉笋汤，伊嘛是互鸡仔食的。哈。嘿，啊，咱这个料啊，其实咱这有一寡料是拿粗糠的，粗糠一般鸡袂食，啊，毋过经过咱这个发酵了啊，伊迄个汤啊就会使食啊。哦，这少年的哦，读较袂歹咧，一路行去哦，分切足侪物件。是。哦，这是算做真有竞争力啊！而且学校本身就会当开始哦，比如讲你即摆若是三星国小，伊就出这个哦，伊就免环保局家己收伊的厨余啊，叶啊、菜叶咧，甲有这个树枝、枯枝落叶。学校就直接处理啊。但是这安尼，这一台要偌少？这一台啊，这一台咱头仔讲。不。咱即马就迄个政府采购的网站顶头，差不多袂到300万。哦，对学校来讲真合啊。对啊。真合啊！而且会当，这伊无这，伊嘛是爱开钱，爱叫人车。对哦，重点就是这，伊爱叫人车去。啊，环保局佫爱派人派车去安排伊的时间，啊，佫有一点就是学校拢爱有厨余桶，啊，遐个厨余桶其实放咧有当初有是放咧。米久浸了嘛是真歹处理的。迄就是味啊，迄就有味啊。对环境嘛无好。对，无唔对。啊，但是我甲你讲哦，这Steven的少年呢，甲因某哦。唔是一路就是遮顺序的啦，这哦，小咱这来讲因悲惨的故事啦，嘛唔是讲悲惨啦吼，一路啊搁饲到吼有通哦做一个生理的效果。商业模式，哦，是。咱哦，小咱来听因翁仔某的故事。咱咧讲哦，话若要讲透机，目屎就飞袂离。哦，这两个 Mindy 甲 Steven 吼。是安怎摆这哦？我是头拄开讲的时阵哦，讲哦，恁自早行的这个嘛袂使讲冤枉路啦吼，有试足侪项物件。是。啊，有的是袂当讲无成功，是讲无找到适合的这个方式，适合的道路吼。你甲咱讲者，这是啥物物件？好，咱这是发泡材料。哈。发泡材料呢，一般咱是用石化材料去做的。是。这是隔音的啦，创啥？隔音啊，隔热啊，这种就是主要是用的这个产业用的。咱即马会使做的就是有做部分的取代，咱会使取代差不多40%-50%的这个石化材料，用咱茶提取出来的材料。去做取代，听起来真好啊！啊，是安那佫无做咧，你也足无奈的呢。因为哦，咱即马做这个工厂进前啊，咱是开发足侪技术的。啊，这个技术哦，其实咱是咧做循环的代志。啊，毋过循环的代志是为咱地球、为咱的环境好嘛。啊，其实哦。讲做企业是爱做经济，爱做优先。讲较一句就是袂趁钱，袂趁钱，成本伤悬，还是讲销袂出去？其实拢有。哦。对哦。所以若要发明嘛，毋是讲安尼天马行空安尼，落去做的咯。对。啊，这项呢？这项其实是用这个倒杆去做的纸，什么用途？咱即马有通做，就是顶头去固定一个。佮加一领衫就对啊啦，等下阮纸杯啊，内底就是有一层塑胶垫，伊才袂水，才袂透过。阮就是加一领衫，互伊哦，莫用塑胶的，
阮迄领衫是用，嘛是按迄落插头内底，甲摕出来物件，甲穿起哩。啊，伊可能1点钟、2点钟水袂透，伊就会使来换掉塑胶的物件。啊，伊刻伫涂的，可能阮会使控制伊要烂的时间。可能8个月，我要叫伊8个月烂，就8个月烂。哦，那是要做宅啊，宅啊盆啊，就是安尼。对。啊，毋过共款，成本。所以你这就是小型企业创新研发计划。对。政府开始奖助60万。对。就是做这。对。哦，我的超工车这毋是要甲恁警惕啦，吼。是要向观众朋友哦来了解了解，是讲哦，这条创业之路吼，恁家己行到即马会当行出去吼，啊有销路，物件跑会行，你感觉上重要是啥物？我家己感觉上重要的是，你爱持之以恒啦，对。一直吹。对，就是无放弃，才有通啊走甲行到后壁啊。爱袂使放弃。啊，这恁翁啊，这无放弃，是你较无放弃，还是伊较无放弃？拢无放弃啊，无会冤家啊。对啊。哎，你讲得真艺术啦，吼。其实哦，这2个少年的吼，初开始，恁是拢伫海外咧工作，本来咧饲菇吼。我咧饲菇。啊，你咧？我本来伫台东。你伫台东。电锅的台东。哦，咱工厂内面。无，我是卖电锅的，卖家具的，卖家电器的。哦，卖电器的。啊，你咧饲菇？我咧饲菇。哇，啊，迄阵是阮鼓励。对。安尼想起来嘛是安尼，真麻烦的吼。对。啊，饲菇饲到了后咧。饲菇了后，我就去做灯。做电火球啊？毋是电火球啊，咱是迄种艺术灯。艺术灯，造型的迄种，是安怎会来想讲要来做到这个再生的循环废弃物？因为这其他的物件，啊，佫真远啊，想咧佫真远，是安怎有这个构想？因为阮是森林背景的，阮以前拢是医大的森林系，啊，所以咱对这个天然的材料，其实。基本的认知是就扎实哦，嘿，啊，才来想讲啊，无来创业。其实是安尼，2019年离开阮进前迄间公司的，啊，其实离2017年、18年，阮就收到，咱上大的客户就是沃尔玛是连锁通路的龙头，啊，这的龙头企业就开始讲，我要做减碳减量，我就想讲。减碳减量这的物件，其实甲我进前咧学校学的物件是小可相关的。阮就开始咧研发这的再利用的技术，所以就变做转来台湾来研究这的物件。哦，是伫遮开始的吼。对。啊，这行遐一段路安尼吼，从开始。但是我要问讲，头仔也问讲，你的鸟山吼，比人的成本加2成。加2成。但是还是有厂商要愿意要来处理这，是因为伊要行这个高价这个价位置，要来销路，还是讲其他的理由？其实高价嘛是一个因素啦，啊，另外一个因素是，其实这物件国产的其实是有伊家己的优势的。安怎讲？其实国产咱就会使做甲这个源头，咱会使控制。啊，咱的材料嘛会使控制。啊，你若出问题，你嘛搁税有抽象。生产如烈。因为吼，台湾的鸟刷95%是进口的嘛。啊，你进口的，你唔知影伊是用啥物料啦。啊，真正敢用伊写的遐，你唔知。啊，过来就是。即摆的法律还未管到遮的物件，伊无讲成分啥物会使用，啥物袂使用。啊，你若伫进口的，伊当然是愈俗愈好。有的是可能好的，啊，其实阮唔知。所以即摆的遐的进口商就讲，啊，若台湾若有，为啥物我哪会按台湾来做？嘿啊。
所以你即马预期讲，我想吼，咱的观众朋友真侪人其实是，本地是讲啊，就无法度啊，就来买进口的啊。啊，既然台湾有咱在地，啊，而且搁较可靠，知影讲即个来历，吼、来对倒来的原物料对倒来，应该是大家市场反应安怎？即马是有2、3个厂商，即马咧甲阮咧接洽，啊，因对一支配方就有兴趣的，啊，伊支就是用即个粗糠做的猫砂，啊，其实粗糠做的猫砂其实有一个做了的一个挑战性，就是粗糠伊顶头有一个蜡质，嘿，蜡质伊其实粗糠自本来讲伊是无吸水的，所以袂结粒。对。所以，咱就是用咱的专业去甲这个粗糠材料去做改质，改质了，这物件就会吸水啊。哎呦，这听起来佫是一个专利哦。这所的吼，但是你若唔拿是咧做猫仔刷嘛？对。你认为这个吼，像这种食品啊、升级的物件，未来前景如何？恁的这个上主要的这个技术本位，你感觉恁未来当发展到什么物件？若是这台设备啊，咱即马是有想讲要来做改良。咱改良是要做啥？因为咱即马这个设备放喺学校，拢爱接电，接电爱接电，啊接电就变做这个物件就放喺遮，就袂使活用。袂使叮当。袂叮当。对，袂叮当。阮即马想要甲伊变做会叮当的设备。会叮当的，啊，就爱食电池。食电池。啊，太阳能。可能有太阳能。我已经你注册专利吧？啊，应该注册专利。对，啊，这台设备后盖可能就有通啊走喺这个农地来甲咱的农民倒销伊的农业废弃物安尼。我会安尼问，其实是我厝里用足侪的这个厨余机啦。对。但是咱的厝里内面哦，除了一本有一排，伊咧加一寡化学料，啊，伊会产生一寡臭气，啊，排一寡水，是，啊，会做敢若迄个肥料一粒一粒，啊，通好野的肥 ，OK， 迄一只哦，好买命5、6万。啊，咱台湾的吼，其实拢是吼，大陆生产的台湾大牌的啦，啊，迄拢干燥啊，尔。迄就干燥机啊。干燥哦，其实就袂当种啊。恁这个有通啊种啊？恁敢有想讲来甲缩小变做是家用的？敢有可能？即马有便利超商咧甲阮接洽，啊，伊想要用门店会使用的，迄就爱较细台啊。以后大家提本去小区？无一定，嘛有可能是销伊家己的，啊，咱可能搁做搁较细台的，互家用的安尼。哦，所以吼，未来还佫前景还佫真济咧吼。是。哦，整个来看吼，你认为咱台湾的循环经济是？除了恁这道以外，你哪个有接触其他的同业嘛？吼，有。其他的同业即马走甲安怎？啊，竞争的态势又佫如何？其实，譬如讲，咱拄仔讲的即个马笋糖即马嘛，足侪厂商咧做的。啊，其实循环经济是安尼啊，就是大家人拢有家己的优势。嘛有一寡厂商伊会使用遮的譬如讲咖啡渣，伊会使做即种药用的物件。我嘛感觉这足厉害的啊，嘿，啊，其实大家拢有家己的优势，啊，这都是我感觉吧，因为台湾的农业甲有这个厨余喷的这种废弃物伤济啊，咱差不多要加400万吨，这个物件哦，其实这个厂商来发展拢绰绰有余，用袂完的，用袂了，用袂完的吼。对。所以唔惊竞争，是大家爱出头脑，大家合作，爱合作。对。你会当举一下例吼，做啥物物件爱人的合作，啊，其他的领域的这知识，大家来斗参来创。譬如讲，你做一个
你本身就知影讲爱摕什么菌来创一个做喷的这个机械吗？譬如讲安尼好啊，因为阮唔是机械专业的，所以阮就找甲阮熟识的厂商，因机械足厉害的，会去帮你找。对哦，因为咱这间公司合作联恒，为虾米合作联恒？我俩做讲你是甲唔是啦，连胜文是亲情，唔是哦，唔是啦，吼，咱是做合纵连横，合纵连横啊，对，合作有无？嘿，所以是这个意思。重点就是爱甲足济、足厉害的厂商做阵甲一件代志做好。咱若是讲要做世代的厨余机，嘛肯定是有世代这种设备的厂商有通啊甲阮斗相共的，阮就来合作。因为我对这真有兴趣。对。对吼，迄佫无味。啊，我想饲鸡啊吼，鸡啊一定爱食。是。吼，啊，咱若是来野肥嘛真好。像我厝的种花种足济。是。啊，见摆迄个厨余吼，你无法度啊，砍数起来就要拼掉。啊，我就浪费电，我规期拼去阮迄收喷的所在，互伊去机器会去饲猪。啊，即摆粪扫地爱钱啊，所以轻量化就会使更较多。迄自我安慰啦。上好是讲哦，看有一只虫哦，伊安尼规个拢食，啊，佫甲你喊讲食无够安尼啊。是。啊，但是吼，有诶吼，生质的能源的物件会产生臭味，啊，恁这个无臭味。啊，这就是这台设备上好的物件。上好的所在就是，伊是一台去中心化的设备。去中心化什么意思？去中心化的意思就是讲，咱离废弃物产出地，我就甲去化，伊就改变伊的身份。免收来啊！免收来，免去做集中。粪扫车其实每一个鸡仔去收，伊再去粪扫桶，这就是一个集中。这爱开啥？人工。温钱、车钱，对。啊，你若是无味，你阁会使现地处理，就是去中心化的方案。哦，所以阮昨啊去采访哦，做迄个太阳能板哦，咧拆太阳能板的，伊嘛是一台机器拖去到现场哦，现场甲你拆下来有办法甲你处理掉。对。去中心化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概念。未来的生活吼是愈来愈有前景。咱哦，有一阵啊，对咱人类社会是感觉足黑暗啊，粪扫啦、污染啦，吼，啊有恁咧投入，啊恁两个吼，恁预料恁家己的公司未来上好的这条路是这吗？还是迄？还是讲你手头还佫有其他的想法，想要来继续来发展？其实阮的定位是一个。废弃物的处理方案上，所以意思就是讲，对阮来讲，上好的迄个商业模式就是，阮卖技术，阮甲配方技术，佮有设备研究好，甲阮合作的厂商做阵来做这个生意。对，我感觉这是上优良的方式，大家拢会使做共效。无一定讲我独家连机械都家己做，吼。啊，但是你认为这个领域爱结合什么物件？因为真侪少年朋友即马吼，学校要读册要选科系的时阵哦，煞唔知要选啥，尤其大学生1年2年，即马拢学文啊，啊唔知要选啥物，你有啥物建议啊？因为恁读迄个松林系，看起来我读松林系，你嘛会当做这。恁家己的例来讲互少年朋友听。因为其实阮拢是毕业了后去外口踅一日，踅一日，才知影讲即马，因为你爱先了解即马的社会需要啥，啥物是问题，所以我感觉是读啥物科系，拢有通好发展的路。比如讲即马的新闻讲啥，你着爱较关注的，遮即摆世界咧发生啥物代志，啊，你再按你读的路去看讲，你阁会使为这个世界做啥？啊，毋过你就是爱出去看了后，你才会知影问题伫倒。啊，你安怎想？
我感觉即马节能减碳的议题，应该搁20年拢搁是这个环境拢是显学啊。所以环境的议题，其实若是即马的学生，若是有啥物技术，其实会使伫学校发展就直接甲学校的这育成中心合作，就出来做伊的新的公司。我感觉是安尼。节能减碳，对，环境有关的吼。对。这个议题，唔那是干那 AI 啊，尔啦。对啦。吼，这 AI 当然啦，晶片啦啥吼，敢若真刺激。但是不的确，20年了无晶片啊，佫另外一种。但是这个环境是甲咱本身每一个人拢有关系。是。吼，所以吼，对于两个 Mindy 甲 Steven 的形象，让处到一个启示，今日真欢喜。哦，会当来大开眼界。是。哦，这食饭的所在哦，够香味呢。哦，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感谢两位。谢谢。来。